寫學問、傑出、文理文分、各種提高欣賞、苗栗煙客家人、文養田、係用私煙強語音合成，聲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技語音研發中心，同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文創內台灣客語翻譯內統技術支持。阿年叔嘅頭路係電子工程師，逐日都係無限度成功班也正做得下班。雖然講公司本期嘅日結茫茫嘅，不過老福客人搶下嘅時間就加意少。有一日暗晡轉夜，佢差嘅事到總頭附近呢時節，3點踢唔會發嚟。阿年叔心肝肚上。按夜嘅行路轉去好哩，天光日正係人來爭。佢順定一條翻發嘅細路嘅行定轉路順嘅天火頓，有到無點錯，有到無拉講。阿年叔心肚爭啲嘅面。光線暗唔好，係講有塊人抗體呀，嘅出河把跑馬快睇哩。忙啲秋啲也時節，阿年叔聽到路順苦練書那啲度，有奇怪嘅聲哨傳出來。詳細一聽，親像係有2-3人啲天內空相打，我還有3副擦爛踢嘅聲，而臨時清醒過來，啲圈圈內嘅苦練書下，見出有一個細妹嘅本人欺負嘅。阿年叔想。到底我愛插也件事情無腦，老古人想打莫行前，人想罵莫幫人。我想到愛對嚟又無力，那係中國去聽書，電到本塊人知道樣解釋，係唔係打電話報警就算嚟，莫去叫打老處幹閒事。阿年叔傑聽嘅過程，像係千言萬載，其實個無幾秒鐘。佢聽到嘅細阿妹喊叫嘅聲，緊來緊去，啲心肝頭直直上。我一天愛過去救人，做唔得無插佢，安尼爭對得起自家嘅良心。雖然阿年叔年代唔係勇敢嘅人，也唔係手腳溜利嘅人，也拜佢唔知哪來嘅膽量同毅力，啲佢決心愛聽書嘅細阿妹嘅時節，佢先鋒變到動有力。臨時中到苦練書從地背。老嘅雜鋪啲細阿妹嘅身旁嘅人背開，就看阿年叔雖然愛惜，唔過也擺前頭馬伏過去，前有力，前入肉，包咪佢一腳掂到嘅啥嘅下身，嘅雜小伙嘅痛到崩掉，跪下來很唔甘咧。啲阿年叔同壞人相打嘅勇士。總算總頭項有人發覺打電話報警，嘅壞人正跪下來聽，警察咧就來到現場咧。阿年叔心肝逼迫條夢轉苦練書下，嘅雜細阿妹嘅喊姑啲樹頭下叫子，而暗地面講到鬼神嘅警準。阿年叔講：好咧，嘅三人本警察作這位，唔一下安全咧。唔係狀況，那家人嘅乜嘢，阿叔送唔轉去。忙啲細阿妹嘢仲過來南定阿年叔大叫：阿爸，那係娘夢嘅。阿年叔錯太強，聽定木執軟唔吃跌下來，而老家妹嘢南吃心肚悶。佢在要出訴救人，係無礙唔敢想會發生乜嘅事。阿年叔強嘅撲家妹嘢嘅背囊細聲講：大細阿爸差一時嚟，就識聽你。家妹嘢啲家胸前天嘅親下來，一講下苦練書嘅人嘅經驗，見證到也從幸運嘅傑出。什麼按自細要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佢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